各位老師、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4A 班嘅陳善如，傑出風紀選舉2號嘅候選人。由3年級開始，我已經擔任小風紀，今年4年級，我仲化身成為秩序忍者。每逢星期1同星期4，你哋都可以見到我喺操場度巡邏，忙住維持秩序，確保大家玩得安全又開心。喺小息同午息之後，我就會化身成為牧羊人，帶住2年級嘅小羊上返課室。如果你哋遇到難題，唔使驚，問我就啱啦。你哋揾我幫手，我更係義無反顧，盡力咁幫助你哋啦。今日我希望你哋都可以將你哋手上神聖嘅1票投俾我2號陳善如。我承諾當選之後，我會繼續努力為大家服務，令操場變得更有秩序，更多笑聲。多謝大家。